見到人哋不幸自己竟然會感恩呢個係某啲我講係某啲啫華人基督教徒咧佢哋啲奇怪嘅觀念嚟嘅。記得有一次咧，就小弟響茶餐廳食午餐隔離台就坐咗兩個剛剛響教會參加完崇拜嘅基督教徒係女人嚟嘅一個咧就話某某弟兄就糖尿病越嚟越嚴重啦，今日就盲咗隻眼添，咁都有啲嘆息啦另一個咧就竟然咁答喎佢話我冇生糖尿病，我真係感謝上帝啦，感恩感恩點解人哋有病自己冇病會感恩嘅小弟真係好唔明白喂，第日輪到自己有大病，唔通就唔感恩啦咩？唔通就再唔信上帝啦咩？教義又話好憐憫嘅，唉，佛教徒聽見朋友患呢個糖尿上眼盲鬼咗自己都唔會去感謝佛祖保佑啦。